你嘅新聞時事資訊台。有一日咧，上帝走埋嚟同你講，佢話我要拎走你把口，以後你冇口用噶啦。咁你問點解啊？上帝，我把口好地地喎。上帝同你講，因為你從來都冇好好運用過你把口。你面對你心愛嘅人咧，你唔夠膽同佢示愛表白；你對住你嘅親人咧，你唔夠膽對佢表示感激；你對住身邊唔公平嘅事情，你唔夠膽出口反抗；你對住發生喺自己身上邊唔公平嘅事情，你唔夠膽出聲去爭辯。你把口唔敢講嘢，除非嗰句説話係有人講咗先。上帝就話：既然你把口淨愛嚟食嘅，咁我不如留翻條食道俾你算數啦。然後上帝嚟到維園，佢見到呢度有好多同學，咁我相信佢老人家可能要空手而回，因為佢會發覺呢度所有嘅同學，佢哋把口都係運用得好好，因為呢度嘅同學佢哋都係參加緊大專辯論賽嘅決賽。衝出校園，關心社會，大專辯論賽2006決賽，大會主持曾志豪。希望頭先大家嘅掌聲唔好停，因為我哋要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日嘅主角，兩間大學嘅院校，浸會大學同埋嶺南大學，有請兩位院校。端端又關上帝咩事呢？咁啊話説咁嘅，喺呢個創世記嘅故事裏邊呢，咁啊上帝用咗6日做世界啦，咁啊第7日就休息㗎。咁啊突然間佢發覺，咦？點解下邊凡間有班香港人，佢又搞咗個題目係香港應該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咁佢心諗點解你哋可以5日就完成呢個世界，仲有2日休息咁盞鬼嘅咧？咁咪一心就落嚟觀摩，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嘅辯題就係香港應該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咁我哋評判陣容咧就有高等法院，稍後落嚟就會有呢個試咪嘅環節。而我哋首先邀請嘅係正方浸會大學嘅主辯嚴敏基同學。大家好，維園嘅觀眾你哋好。首先咧，我喺度代表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多謝咧咁多位評判能夠喺星期日咧出席，幫我哋擔任評分嘅工作。當然唔少得嘅係主辦單位為我哋準備一個咁好嘅場地。其實咧上一年咧，我師兄同我講話，企喺維園度咧係人生之中最光輝嘅一刻。嗰陣時我心諗有冇咁誇張啊？呢一年，我用咗1年嘅時間，我哋成莊參加大大小小唔同嘅辯論比賽，希望證明呢句説話係啱嘅。今日我企喺度，我唔敢話係人生之中最光輝嘅一刻，但可以肯定嘅係一場畢生難忘嘅比賽。另外咧，我想多謝嘅係我嘅師兄姐 Dr. 張，仲有我爹哋我媽咪。其實咧玩辯論咧好辛苦㗎，點解咧？因為成日開會咧開通頂咯，跟住咧有陣時又冇得返學啊咁樣喎。但係咧好好嘅係後面有好多人支持我哋，咁我爹哋媽咪亦都冇怨言，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今日不約而同，今朝早收咗好多 SMS， 加油啊支持啊！其中大部分咧都係我同莊嘅莊員，佢話辛苦咗1年，今日嚟到呢一刻。我冇回覆，亦都冇 send 任何 SMS。點解呢？因為我想親口企喺呢度同你哋講多句，願我有你感覺都好。多謝晒嚴敏基同學。希望以後我哋電台如果多啲資源嘅話呢，可以將你嘅光榮再升級。我哋下次喺紅館度搞下。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反方嘅主辯張毅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天氣咧非常之熱啦，有成27度。咁咧喺我哋未開始一場流晒口水嘅戰爭之前咧，我已經流晒汗啦。咁如果真係好似阿主持咁講咧，我哋下次可以喺紅館咧咁就好啦。因為好似有幫同學所講咧，依年都打咗好多比賽，通常咧都喺室內入邊進行。今日咧比較特別，我哋喺維園嚟到個室外嘅地方，天氣熱，非常辛苦。我相信台上台下都係一樣。但係唔緊要，作為一個大專嘅辯論員，我真係覺得能夠企喺維園嘅舞台非常之值得。希望今日能夠打出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多謝晒你，張毅同學。我
哋可以向各位嘅觀眾保證咧，一陣間嘅比賽會比而家熱多2-3度㗎。接住落嚟有正方嘅第一副辯，周嘉琪同學。正如我方開面所講，我哋今日大家嘅願望就係能夠希望踏上一個台板度比賽。我哋過去2年我都數唔到我哋究竟比賽咗幾多場，但好高興我哋今日終於達成咗我哋呢個願望，能夠企喺呢個台板度比賽。但我哋嘅目標唔單止係咁樣，我哋每一個人目標都想更進一步攞出冠軍。多謝大家。唔講唔知，上屆嘅決賽正係今天決賽嘅翻版，都係浸會對嶺南㗎。接住落嚟，我有請反方第一副辯張永森同學。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大家好。首先要講清楚一點，我係姓梁嘅，我叫梁永森。今日比賽咧由翻舊年嘅翻版，由嶺南同埋浸會大學對賽，但係感覺都好唔同啦。舊年我坐喺台下，今日我企喺台上。今年作為咗上咗莊做咗隊長，我希望喺度代表住整支嶺南大學中文辯論隊，要多謝我哋一班畢咗業嘅大師兄，同埋我哋嘅教練盧傑雄博士，佢哋嘅無條件付出，佢哋對我哋嘅衷心支持同埋對我哋嘅幫助，我哋通宵去跟住我哋一齊通宵，我哋有幾辛苦，佢都同我哋一齊捱，希望大家可以喺度俾啲掌聲，多謝佢哋。翻版嘅仲有一樣，讓我又讀錯辯論員嘅名啦，唔會有第二次嘅。正方第二副辯呂卓威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咧辯論嘅魔力令我哋覺得好奇怪嘅。其實我自己2年前點會諗到自己竟然企喺大專呢個決賽嘅台板，企喺維園上邊同大家交談下作為一個辯論嘅比賽咧。中學嘅時候我打波嘅，去到大學我就乖乖地隻腳就唔好喐咁多啦，依家用把口啦。另外我作為一個讀中醫嘅同學，竟然可以放下咁多嘅時間，花下咁多嘅心機喺辯論上邊，呢2點我到依家都揾唔到答案。不過肯定嘅就係我依家呢一刻我想嘅就係以一個完美嘅句號喺度作結。多謝各位。其實中醫嘅要求同辯論員都好似啊，望聞問切都啱晒嘅。有請反方第二副辯杜愛珊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嗱，作為一個辯論員咧，能夠再次企喺呢個台上邊咧，其實真係一件好光榮嘅事。唔理今日結果係贏好輸好都唔緊要，對我嚟講都已經係一件好開心、好振奮嘅事啦。主持講得冇錯，把口係我嚟感激人哋、多謝人哋嘅。除咗多謝台上台下各位嘅努力之外，我最想多謝嘅咧就係各位辯員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啦，因為屋企人嘅支持係非常重要。打完呢場辯論之後咧，我覺得我最想嘅咧就係珍惜一下同屋企人一齊嘅時間啦。希望大家同我一樣啦，多謝。根據程序，我哋首先有請反方嘅結辯李娜同學。主席、評判咁多位觀眾，大家好。雖然呢3日辯嘅準備過程咧好辛苦，但係唔知係咪尋日係同愚人節有關係啦。咁我哋嘅隊員為咗減輕我哋嘅緊張呢，亦都有意無意咁製造咗好多嘅笑話俾我哋。其實尋日除咗係愚人節之外呢，亦都係哥哥離世嘅3年嘅忌辰。哥哥係一個我好欣賞嘅偶像，雖然佢而家已經唔喺度，但係佢留低嘅係一首又一首嘅經典名曲。呢一樣嘢做到呢一點實在唔簡單。今日呢，我哋嘅辯論員大家都有共同一個嘅目標，都希望就算我哋嘅辯論生涯完結咗之後，都希望留俾各位嘅係一場又一場嘅經典賽事。冇錯，做到呢一點真係唔容易，當中會遇到好多嘅挫折，所以我哋亦都好需要咁多位，尤其是係熱愛辯論員嘅支持。希望喺我哋向住呢個目標努力嘅時候，希望你哋可以給予我哋多幾分嘅支持。多謝。可能佢會特別欣賞哥哥嘅名曲《有誰共鳴》，而我相信喺比賽裏邊，熱烈嘅掌聲一定會俾到好好嘅答案你嘅。最後我哋有請正方嘅結辯何冠霖同學。
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唔知點解咧喺戶外打親比賽咧，除咗氣氛熾熱咧，都一定係好熱嘅。咁咧企到辯論台上大專杯決賽唔容易。咁我唔想再認老，但我都要講嘅就係打咗10年辯論，今日係我隱退嘅日子，唔係因為我唔想打落去，係因為我真係要畢業啦。咁但係咧過去10年咧，10年人事幾番新，除咗自己嘅堅持之外咧，其實企喺呢個台上需要大家嘅支持。最近成日聽一句説話，有你在更精彩。其實點解會企喺台上真係唔容易，係因為有大家嘅支持。頭先主持叫大家用下把口，我唔算係一個明星嘅辯論員，但係喺我生涯完結之前，我都希望大家用你嘅口同埋用你嘅手，給予一次歡呼同埋掌聲。多謝各位。比賽開始之前，台上嘅辯論員已經真情流露，希望大家一陣間可以動真火啦。呢個時候我哋講一講比賽規則。當係浸會大學反方嘅嶺南大學，首先有請正方浸會大學嘅主辯。正方嘅主辯嚴敏基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工作日數多，壓力大，冇時間休息、娛樂進修，正係香港打工仔女面對住不爭嘅事實。根據統計處報告，接近300萬嘅員工之中，近80%每個星期返5日半甚至6日工。嶺南大學04年調查顯示，大約130萬員工就患上咗同工作壓力有關嘅職業病。市民嘅工作同生活已經失去平衡，而返多半日或者1日工，對公司又係咪真係有幫助呢？浸大經濟系教授李崇高話：返半日工咧，頭尾個鐘咧效率就低，做唔到啲乜；返6日，休息少，難以集中精神。在座各位，其實咧世界各地都面對住相同嘅情況，為咗令到生產力同員工休息能夠取得平衡，美國、韓國等地都相繼咁樣推行咗5天工作制，而香港咧唔少公司都主動咁行咗，喺03年就有接近50萬嘅員工受惠。喺嚟緊嘅7月，政府仲會分階段帶頭喺公務員體制全面實施。今日我方倡議進一步喺香港各行各業咁推行。嗱，所謂全面咧，並唔係一定要咧一刀切好急咁行嘅喎，而係由鼓勵大企業開始，然後擴展至中小企，當中包括一籃子嘅配套，好似稅務優惠啦、5天工作嘅指引，協助提升生產力嘅研究、培訓等等，最後立法確立。由而家7日放1日嘅規定，改為放2日假。固定工作好似文職咁，就返星期1至5。其他咧要維持週末服務嘅，可以用補假、輪更啊咁嘅制度咧去達到目的。而機構咧可以按住自己嘅需要，睇下工作時間咧係咪攤分至其他日子。推行5天工作制，對勞方、資方同整體社會都帶嚟利處。第一，員工方面壓力大大減低。正如中大心理學系教授歐永堂話：5天工作多咗1日休息，返工放工交通時間都慳唔少。中意嘅可以留喺屋企，又或者咧約埋3、5知己出去玩。好似香港中小企業聯會主席佘繼標話：壓力得到釋放，身心就自然健康啦。第二喺公司方面，效率大大提升。根據管理學嘅理論，滿日效應，員工多咗1整日時間休息咧，體力回復嘅效果比起每日返少啲時間，但係要返多半日或者1日工好好多嘅喎。無論係大企業嘅中電長實，定係中小企電子交易公司，一路通都同我哋講，推行之後，員工壓力少咗，平時更加集中精神做嘢，效率大大提升。除咗對個人，仲對公司有利。5天制之下，多咗個假，更加能夠刺激消費、提升經濟，對整體社會都有裨益。最後，我想問有關同學，而家5天工作，市民工作生活得到平衡，又能夠提升社會經濟效益。嗱，究竟有關同學今日認唔認為5天工作係一個好嘅政策呢？如果係好，點解唔全面推行呢？多謝各位。多謝晒正方嘅同學。接住落嚟有請反方嶺南大學嘅主辯張毅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利處。其實今日我方咧都非常見到有方同學非常欣賞有方同學嗰種憂國憂民嘅精神，但係本住愛之心、責之切嘅態度咧，我必須要指出有方同學今日犯咗一個非常之嚴重嘅謬誤。佢企圖同大家混淆視聽。佢話咧5天工作制要逐步去推行，要到時機成熟嘅時候咧，咪全面推行咯。但係幾時先成熟嘅方同學完全冇講過，就好似一隊足球隊嘅教練同啲球員講咧，落到場最後咧將個波咧擺落龍門咁就贏㗎啦。但係點樣玩策略點樣行戰術點樣運用，完全冇講過。有方同學而家見到話咧市民好慘，但係話一定要推行5天工作制，但係又話大家唔好急啊，慢慢嚟，到時機成熟先啦。呢啲係咪自相矛盾呢？其實今日我方咧並唔係話5天工作制係毫無利處。當一間公司有能力、有條件去做嘅時候，我哋並唔反對。但係如果用一間公司有好處，推論全香港全面推行都係有好處，我方就絕不認同。統計處嘅資料話俾我哋聽，05年第三產業嘅收益佔咗本地生產總值超過90%，喺360萬嘅勞動人口入邊，有超過80%都係從事服務行業。只係金融從業員就有50萬人。如果唔考慮香港經濟結構嘅獨特性，盲目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又點樣達到有方同學你所講嘅利處呢？香港嘅勞動人口大致分為2大類，第一係高收入嘅專業人士，第二類係從事一般前線工作嘅普羅大眾。其實香港嘅高薪階層咧，而家已經實行緊5天工作啦，但係佢哋嘅工作壓力咧，又唔見得好似有方同學咁講係減低咗喎。另一方面，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對於一般嘅勞動階層咧，我方就見到有2大弊處。第一，競爭力大下降，工作壓力不減反加。如果要達到有方所講嘅利處，僱主唯有增聘人手。但而家香港嘅情況係超過90%嘅公司都係中小企，其中唔少面對住經營環境嘅困難，點可能再有多餘嘅錢去增聘人手呢？僱主可以做嘅一係咧全民大減薪，8份人工去請10個人；一係咧就將公序不義，或者索性關門大吉啦。結果咪就搞到人工大縮水，甚至連個飯碗都保唔住啦，有方同學。但係如果唔增加人手呢，原來嘅工作需要喺更短嘅時間入邊去完成，日日都超時工作，原來就為咗放多1日假期。可惜啦，未等到苦盡甘來嘅一日，個個打工仔都做到油盡燈枯。呢一點有方同學你所見到嘅呢？第二，唔切合各行各業嘅實際需要，矯枉過正。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套獨特嘅運作模式，唔可以將5天工作制3般硬套。金融業為例從業員嘅工作時間要因應住嘅市況，靈活去調動。一刀切強行推行5天工作制，絕對係無利，反而仲會產生好多嘅弊處。因此，我方認為彈性推行5天工作制先至係最適切嘅做法。多謝。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正方浸會大學第一副辯周嘉琪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今日反對辯題只係基於一個嘅誤解。究竟佢哋有咩誤解呢？第一，佢哋誤解我哋今日一刀切進行。其實如果你聽清楚有方嘅開辯所講，今日我哋根本唔係一刀切進行，我哋今日係要循序漸進咁樣，我哋逐步咁樣推行。依家首先政府行咗咧，就鼓勵大企業都行啦。匯豐銀行就喺政府行咗之後，就話我哋要跟隨啦。大企業行咗之後，我哋再推行唔同嘅措施，好似包括唔同嘅配套，好似我哋對一啲公司咧，我哋可以實行一啲措施，一啲指引俾佢哋，一啲專業培訓俾佢哋，令到佢哋明白究竟我哋今日行咗5天工作制之後，能夠有啲咩好處，唔同行業點樣實行，咁因為正符合咗有方同學，你哋話唔同行業有唔同需要嘅要求咯。有方同學今日咧就同我哋講，其實話佢哋問我哋幾時先時機成熟，我哋就係見到我哋絕對任何嘢都唔可以一刀切咁進行，所以我哋就以上咁多個措施，逐步咁樣行嘅時候，所以我哋當等到成個大環境、成個氣氛更加成熟嘅時候，咪去做呢個立法咯。我哋絕對冇一刀切嘅立法嘅時候，有方同學，你頭先所講絕對唔擔心，你頭先所講擔心咁多嘅問題，究竟成立咗喺邊度呢？
嗱，其實今日我哋見到有方同學話，如果我哋咧今日行咗5天工作制，壓力仲大啊！我哋咧每一日要翻多幾個鐘嘅時候咧，壓力仲大，究竟點算呢？但其實呢一個情況係咪真係會出現呢？嗱，如果你聽清楚我方同學我方開辯嘅所講，其實今日啊，我哋專家話俾你聽，如果你每一日翻少幾個鐘，同你每一日可以放假放足成日嚟比較嘅時候，絕對係後者嗰個利處大啲嘅。即係話，當我哋禮拜六有成日嘅假期，比起你每一日翻少2個鐘，絕對大家體力可以恢復得更快，效益更加提升，工作壓力更加減少。呢啲有方同學，啲專家理論你哋又聽唔聽到？員工嘅要求你哋又聽唔聽到啊？你話員工唔覺得壓力少咗，但係就好明白咧，點解咁多民調都話俾你聽，員工佢哋想咁做呢？民建聯嘅民調話俾你聽，超過70%嘅員工想全面推行。婦女協會嘅民調話俾你聽，超過80%嘅員工想全面推行。究竟有方同學，你又睇唔睇到呢？其實我哋見到今日無論對員工壓力減少，對公司成效又顯著，我哋員工嘅效益更加之大嘅時候，點解我哋今日唔可以行呢？有方同學，點解你唔可以俾個機會俾啲員工，佢哋有一個小壓力嘅機會，俾一啲企業佢哋可以提升效益嘅機會，俾一個社會有一個更加和諧、更加保障員工嘅機會呢？多謝各位。接住落嚟有反方嶺南大學嘅第一副辯梁永森同學。試咪。向我發，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嗱，今日我哋要搞清翻一個概念先，唔係一刀切嘅問題，而係講緊有啲行業點解長期等落去嘅時候就會變咗做得到呢？嗱，原來等下時機可以成熟啊，到底等幾耐啊？等到幾時先叫成熟啊？講緊有啲行業可能飲食、運輸、旅遊，原來改下之後行業性質會轉咗㗎，跟住就會做到5天工作制嘅咩？請有分同我哋解釋翻清楚啦。嗱，今日佢哋道理好簡單，就話多咗1日假咧，就等於壓力細咗。嗱，到底壓力點解會細咗呢？原來講緊其實1個禮拜要做嘅嘢咧，工作量係從來都冇變過㗎，佢哋都係要做咁多。今日李有芬同學講主辯講得好，佢話而家壓力大，工時咧要做好長啊。不過你哋嘅方案係咩啊？係逼佢哋要喺更短嘅時間裏面做晒佢哋要做嘅工作量啊。今日係咪呢個你哋嘅方案就叫做幫咗佢哋呢？嗱，其實我哋睇翻啦，而家有啲行業咧，可能都行緊5天工作嘅，例如老師啦。嗱，老師咧其實都係翻5日工就放2日假，但不過點啊？備課係咪唔使做啊？功課習作係咪唔使改啊？測驗試卷係咪唔使出㗎？甚至可能講緊禮拜日都仲要帶啲學生嚟維園呢個音樂亭度睇城市論壇啊！哇！原來禮拜日都仲要翻工睇城市論壇，嗰啲叫放假，嗰啲叫壓力冇咗，嗰啲叫做享受到天倫之樂啊！不如由翻嚟話翻俾我聽啦。嗱，原來一個行緊5天工作都做唔到你哋嘅利處嘅時候，你點樣正同我哋講全面推行一定成功？第二，有分行咧個論點亦都好簡單嘅，就話多1日假咧就等於效率能夠提升啦，因為佢哋會輕鬆咗啊嘛。嗱，不過咧有分行就話啦，我哋可以慢慢做啊，輪班制啦，又或者咧可以能夠轉換嘅時候咧，咁咪有人手咯。嗱，但係原來個個員工都放咗假嘅時候，到底輪極係咪真係有人做咧？始終都要請人噶嘛。今日就算連有分行你引用嘅數據，香港中小業聯合會會長佘繼標先生，佢都反對話中小企要行呢一個強制推行5天工作制啊，因為會對佢哋嘅營商環境不利，一定要增加人手先至做到喎。嗱，不過原來香港實際情況係香港企業咧絕大部分佔咗90%都係中小企嘅時候，請有分行你論證翻係咪每一個行業每一間公司佢哋都有足夠嘅經濟能力，能夠增聘到人手，可以講到你所謂嘅輪奸制，能夠有足夠人手去做到應付工作量呢？嗱，如果今日有分行你講唔到嘅時候，又唔係全面一定有利嘅時候，原來又唔係間公司都有能力，有足夠嘅財政能力可以支付到呢個成本嘅時候，嗱，原來唔加人手，壓力上升，從來就只有更高冇減到嘅時候，增加咗人手，老闆又唔一定有錢請到嘅時候，呢一個兩難嘅狀況，到底你想選擇邊個啊？你係想員工受害定係老闆受害呢？講到底，今日有方案就算逐步推行，都絕對冇利。多謝各位。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正方第2副辯呂卓威同學。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聽日有方同學兩位辯員講話，我發覺有方同學隱喻失意啊！有方同學今日贊成㗎，佢覺得5天工作制係好㗎，不過佢話彈性，原因係咩啊？佢話香港有呢啲金融業啊、旅遊業嘅存在咯。我想問啦，英法德美韓個國家都有我哋嘅旅遊業，有我哋嘅服務業，但係呢啲國家全部已經行緊5天工作制，咁係咪代表呢啲國家保旅遊業、保服務業呢？我哋見到唔係啊！有方同學今日講咗一個又一個憂慮，但係冇講到呢啲憂慮點解將來唔可以解決。嗱，我方今日就講咗好多成套一攬子嘅政策，咪就係用呢啲政策嚟將一啲憂慮去改變咯。既然5天工作制係好嘅話，點解我哋唔係全部員工受惠，係要部分你哋所講部分嘅員工受惠呢？嗱，其實我哋見下有方同學今日就對呢個全面咧理解唔清楚啦。我哋見下99年啦，政府推行呢個全面石油氣的士，將佢轉做柴油，轉做石油氣啦。政府喺99年嘅時候已經話全面推行呢個計劃㗎，當中佢推出嘅咪就係一個一個嘅配套措施、資助措施，最尾達至03年有99%以上嘅的士轉用石油氣，呢一個咪已經係一個全面推行嘅政策咯。今日全面推行，有方唔好同學唔好淨係睇最尾立法嗰一步，先叫同我講話，只要立法等於全面推行啦。嗱，其實相信在座每一位咧都有唔少為人父母㗎啦，大家都認同我哋應該教仔㗎，但係教仔都有好多方法㗎，可以靠打、靠罰啦，亦都可以靠愛心咁樣全面咁去教導個仔㗎。前者就固然不可取啦，但係後者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會認同我哋應該咁做。其實情況就好似今日嘅辯論發展咁啫嘛，全面5天工作制有唔同嘅方法㗎。有方同學所講即刻立法固然係其中一種啦，但係我方想講嘅一攬子嘅政策全面咁去推行，最尾用可能時適啱嘅時候就立法確認，都係全面推行嘅其中一種方法㗎。正如我頭先石油氣嘅例子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其實今日雙方嘅分歧在於，我哋睇緊嘅係唔同嘅推行方式。嗱，但係須知道每一個政策，我哋揀嘅梗係揀個好嘅方法嚟行㗎啦。嗱，有方同學今日揀咗個唔好嘅，跟住就將呢啲唔好嘅原因咧，全部推晒去呢個5天工作制嘅問題。今日係咪一個理想嘅方法咧？如果我哋淨係睇差嘅政策，唔通咁我哋所有政策，我哋都可以揾一個差嘅方法嚟行，跟住就話佢唔好㗎啦。有方同學不如你睇下一個全面而又理想嘅政策，先話呢個政策好唔好啦。嗱，其實今日我哋推行5天工作制咧，我哋開邊都講得好清楚啦。唔單止對我哋嘅員工、對我哋嘅公司、對我哋嘅社會都有好大好處㗎。首先，正如公務員工會聯會主席梁籌庭所講啦，制度可以減輕員工嘅壓力，亦都可以節省翻1日嘅交通費同埋搭車嘅時間啦。其次，正如一路通嘅行政總裁葉成茂先生所講啦，該公司嘅實戰經驗證明制度可以提升公司效率啊。現存嗰啲憂慮、嗰啲誤解係可以消除，係可以改變㗎。第三，外國經驗亦都證明咗5天嘅工作制可以令刺激我哋本地嘅消費，對我哋本地社會亦都會有好大嘅得處啊。其實總括而言，制度可以為我哋帶嚟3贏嘅局面。有分同學今日嘅憂慮，唔該你喺餘下時間推論下。最後容許我講多4句：5天工作制計劃好實際，全面推行，你我保你又唔制。多謝各位。多謝晒正方嘅同學。接住落嚟有反方嶺南大學嘅第2副辯杜凱珊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綜合到有方同學嘅論點咧，一個字已經夠形容㗎啦，就係一個等字啦。我方問咗佢，喂，等到幾時啊？等啲乜嘢？乜嘢條件？乜嘢行業要行啊？要等咩條件啊？等到幾時啊？咦，似乎從來都聽唔到佢講呢啲嘢喎。究竟乜嘢要等？等到幾時咧？我哋唔係話要即刻做，不過你都俾個時間我，等到幾時咧？如果唔係最後真係等到寂寞到夜深都未完啦。嗱，再講咯喎，有方同學講喎，話好多人支持喎，不過睇下業界聲音係啲乜嘢？香港總商會、香港僱主聯合會同埋中華總商會等等商會都同我哋講，佢哋反對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呢一啲咪反對聲音咯。有方同學今日又睇唔睇到呢？第三，佢同我哋講，外國得，香港一定得，但係有冇睇清楚香港實際情況？英美法德俄，佢哋靠嘅係乜嘢啊？本土嘅工業啊，佢哋有務農，佢哋有重工業。香港呢，80%都係服務業啊，呢個咁簡單，香港嘅獨特情況都睇唔到。你同我講要全面推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嚟到呢度呢，我就諗起一個4字成語啦。今日有方嘅行為就係朝三暮四啊。話說呢，有一大班嘅馬騮呢，早上有3個生果，夜晚有4個嘅時候呢，所有馬騮都唔係太開心。但係當主人一換咗朝4暮3之後呢，所有馬騮都開心晒。有方今日就係玩緊呢一個數字遊戲啫嘛。話俾大家聽乜嘢啊？返少1日，壓力少啲，開心啲咯。原來同馬騮仔一樣，從來都係得7個生果。實行5天工作之後，工
作量從來冇減少過，邊得嚟一日可以休息到？仲點會出現你所講嘅例子？啲人點會健康咗？效率點會提升？壓力減咗去邊？我真係睇唔到啦。最後咯喎，佢話咧多一日假咧壓力就可以減少咗㗎啦，輕鬆啲咁樣。但係原來5天工作根本做唔到。我哋今日唔係反對呢個成個制度，但係當全面實行嘅時候，一定會有弊處。我就舉香港嘅80%嘅服務業做例子啊，零售啊、保險啊等等。你諗下，佢壓力來源來自邊啊？原來係行內俗稱嗰啲咧跑幾多數啊，唔係翻幾多日工啊。你而家叫佢翻少一日，逼佢哋喺短啲時間裏邊追翻9條數。咦？工作壓力來自原來係工作量，唔係翻幾多日。咁你都即係都仲未睇到嘅時候，同我講為香港市民好。嗱，有福一生咧，好想幫啲員工㗎，我都睇到，不過好可惜，結果害咗佢哋咋。嗱，我哋今日係要做啲乜嘢啊？係要按各行各業佢嘅性質嚟到決定做定係唔做啊嘛。你都識講啦，50%嘅人已經做咗，咁咪將個決定權交翻俾佢哋，有啲咩問題咧？嗱，政府16萬嘅公務員咧，都係得6萬適合做嘅時候，點解全港每一間公司一刀切推行嘅時候都冇話影響？多謝晒反方嘅同學。剛才大家係聽過正反雙方嘅主辯第一副辯同埋第二副辯嘅陳詞。稍落嚟，我哋會有第2個嘅比賽環節。慣啦，咁休息工作之後呢，你會發覺台下同學頭先都休息咗好耐㗎啦。呢個時候都係你哋出場表演嘅時間。咁啊，但係唔好意思啊，台上面嘅同學，你係要繼續工作，你係要回答佢哋下邊嘅發問。我哋簡介下台下發問嘅規則。當時間開始嘅時候咧，你係會聽到1下嘅鐘聲。而最後推行5天工作制，正方係香港浸會大學，反方係嶺南大學。我哋有請正方第一次嘅台下發言。亦都請同學先出示你嘅學生證。係正方第一次台下發言。係啦，反方嘅同學一陣間再收過你張學生證啊！畢竟係決賽，我哋應該俾啲掌聲支持下各位嘅辯員。你有45秒發言時間。大家好，有方同學咧就話今日行咗5天工作制之後，金融業就會大受擾亂。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全世界主要金融國家，好似美國、日本、德國都係行緊5天工作制。嗱，而家全世界嘅股票市場咧，亦都係5天工作。由此可見，5天工作對金融服務咧並冇影響。嗱，再講5天工作咧就唔等於5天服務。金融業如果遇到呢啲問題，佢哋可以透過人手調配嚟解決。嗱，有方同學，我想問，點解全世界嘅各個國家行5天工作制都冇問題，但係今日唯獨是香港行咗5天工作制之後咧，金融業就有解決唔到嘅技術問題咧？多謝各位。反方有請反方第一次答辯。你有45秒發言時間。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有分同學提問先。佢話啦，今日原來金融業世界各地都做到嘅喎，於是5天工作制咪得咯。嗱，有分同學你搞翻清楚啦，人哋外國仲有啲乜嘢啊？人哋外國行集體談判制，人哋外國有最高工資，人哋外國有外國有最低工，有最高工時，有最低工資，呢啲香港有冇啊？香港冇嘅時候，你係咪要香港跟埋外國一樣做到先至叫5天工作制成功啊？嗱，原來今日有分同學咧係睇啲唔睇啲，知啲唔知啲咧，以為淨係做咗睇到今日5天工作制咧就代表得啦，事實係咪咁咧？即係可能搞翻清楚啦。多謝各位。接住落嚟有請反方嶺南大學嘅第一次台下發言。你有45秒發言時間。大家好，今日有班同學其實係錯誤引用權威，佢同我哋講香港中小企聯合會會長佘繼標係贊成全面推行，但係其實佢係話對零售業同埋小型企業而言會不利佢哋嘅營商環境，應該由市場自行去到決定係咪推行5天工作制。有班同學所舉出係支持嘅意見，其實都並非支持全面推行。咁點解我哋仲要全面推行，而唔俾僱主同埋僱員去到決定呢？多謝。正方1分鐘時間預備。
你嘅發言時間有45秒。嗱，有方同學錯誤引用資料嘅咧，可能係有方同學喎。嗱，我哋咧就親身訪問過佘繼標，佢話今日反對咧係反對一刀切立法即刻推行，但係咧佘繼標支持嘅咧係有配套底下，政府帶頭行咗，中小企跟住繼續行，大企業又行，呢一個咧佘繼標係支持喎。嗱，其實有方同學今日仍然會喺自己嘅世界裏面，連我咧今日主辯啊行出嚟講嘅方案都聽唔清楚，今日全面推行，究竟點解要一刀切即刻立法，而唔可以全面跟翻一啲配套，有一籃子嘅方案，有稅務優惠啦，有5天工作指引啦等等，點解一定要一刀切？有方同學，究竟今日你哋係支持定唔支持呢個5天工作制呢？多謝各位。接住落嚟有請正方浸會大學嘅第2次台下發言。我未睇到你個樣，你可以去開始發言。你有45秒發言時間。有方同學咧，今日成日問我哋要等到幾時？其實佢都全面贊成5天工作制，只係驚利處彰顯得唔夠快。嗱，佢就係咧話高收入專業嘅人士已經做得好好㗎啦，但係普羅大眾咧冇條件行。我就唔明白我哋有一籃子嘅方案，提升效率，改變社會生態、社會嘅氣氛，7日工作都可以變成6日，點解6日唔可以變成5日呢？今日點解只有高薪厚職嘅人可以享受呢啲嘅利處，而普羅大眾要無理被剝削呢？多謝。反方預備1分鐘，有請反方第2次嘅答辯。你有45秒發言時間。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話咧，一籃子政策全面幫助到佢哋咧，於是5天制就得啦。咁我想問啦，嗱，你稅務加埋入去，所有嘅豁免津貼都加晒去，不如你將所有福利政策都包晒入去你個5天工作制裏面啦。咁你個5天工作制就所向無敵，就真係全世界都道道通行啦。係咪有方同學話呢個就係你哋嘅方案啦？嗱，今日有方同學佢講得好喎，佢話壓力大、工時增加，原來佢哋都承受住好多壓力，但你又要逐步推行。嗱，而家佢哋就水深火熱啦，咁你幫唔幫佢哋啊？係咪而家佢唔使舒緩呢？我見到彈性解決先至係最好嘅辦法嘅時候，你又唔同我講會唔會增加工時，你又唔會同我增加人手，原來壓力最終都舒減唔到，只會越嚟越增加嘅時候，你哋嘅方案點能夠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呢？多謝各位。跟住輪到反方嶺南大學嘅第2次台下發問。你有45秒發言時間。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不斷話5天工作制咧就可以減輕員工壓力喎，但係根據好多外國嘅研究所得，員工壓力係來自僱主嘅要求。香港係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系，面對住嘅係全球化競爭，咁我就唔明啦，點解實行5天工作制之後，僱主嘅要求會突然低咗，競爭力又會突然冇咗，香港嘅經濟咧又會突然好咗喎。仲有班同學今日仲話咧就會提供稅務優惠，香港政府嘅稅務咧減少咗啦，咁加深咗財赤，咁點解經濟仲會好咗咧？多謝。正方1分鐘時間預備，有請正方嘅第2次答辯。你有45秒發言時間。好多謝方同學提問，原來方同學話稅務優惠會令政府使錢，所以就唔應該做。咁我相信政府應該乜嘢政策都唔應該做啦，因為全部都會增加政府嘅財赤。嗱，今日咧最重要係應唔應該做？有可能我哋又同我講全球化喎，全球化正係特首曾蔭權都話呢一個係世界嘅大趨勢，香港要跟上競爭力全球化下，點解唔應該推行呢個政策呢？有可能啱啱台下發問已經揭示咗佢哋今日自相矛盾啦。佢哋開辯就話我哋彈性推行，二副又話呢個政策朝三暮四行咗冇用。究竟今日呢個政策係好定係唔好呢？你一時又話彈性，一時又話唔好，自相矛盾係你哋。多謝各位。多謝晒雙方台下發問嘅同學，當佢問完問題翻到去下邊咧，都忍唔住同佢隊友相擁而泣，好似場場輸咗一口氣咁樣。可想而知，台上1分鐘嘅壓力咧，令到佢台下覺得好陰功。台上嘅辯員可以維持咁耐，好值得大家掌聲鼓勵。
而跟住落嚟咧，係一個要不斷工作、大腦係不容休息嘅一個環節，係自由辯論。每位辯論員嘅發言次序。有方同學，究竟你認為5天工作制係好定唔好呢？方同學，5天工作制好就梗係好啦，但係你全面行咪唔好咯，就咁彈性行先至係好嘅。方同學，講清楚。咁我就問翻你啦，如果你行咗5天工作制之後，係咪所有人都可以做少啲嘢，工作量就可以減低到呢？不過我想問嘅，點解有方堂嘅義父同我哋講話5天工作制係朝三暮四一個唔好嘅政策嚟嘅呢？係對某啲行業嚟講唔好嘛？係咪一實行咗5天工作制之後，老闆嘅要求會自動降低？但係有方堂頭先係實指同我哋講話，因為7日唔好，唔係行業唔好嘅喎。有方堂同我哋講行業，我問下有方堂到底乜嘢行業係行唔到嘅？大方同學同你講個例子啊，乜嘢係行到咧侍應，乜嘢行唔到咧文員。但係我從來都未見過咧，有一個員工咧喺公司放工就喺麥當勞攞個漢堡包翻屋企整喎。但我見到人攞喺放咗工就攞嚟公司盤數翻屋企計喎。因為你行咗呢個之後，佢哋就唔走到盤數翻屋企，工作量就少咗咧。哦，原來方同學講話侍應同文員都行唔到喎。政府嗰啲文員點解梗係行到5天工作制咧？有方同學講侍應行唔到喎。外國係咪冇侍應嘅咧？有方同學？特首都講得好清楚，16萬公務員內得6萬嘅，仲要唔係面對群眾嘅公務員先至做緊嘅時候，你又見唔見到啊？有方同學，但係特首話俾佢聽，而家係政府全面推行喎。啱啱政府先講完話，並不打算全面推行。先份文點講咧？我哋見到隻特首已經清楚同我哋講，將會如中，而都同我哋講話，明年將會全面落實有關措施，係點解呢？明年嗰6萬嘅公務員7月就會做啦，你睇唔睇到啊？嗱，我哋見到政府同我哋講話，最終會拓至全部嘅公務員都會享受到5天工作制，今日點解唔係呢？政府補充多句，呢個只係希望，但係仍然要根據實際情況，呢個就係政府最終嘅立場。有幫我成日講實際情況到底有乜嘢係行唔到5天工作制？請你清楚講出嚟。問題就係行咗之後啊，工作量都唔會減輕嘅時候，你咪逼佢5日裏邊做更多嘅嘢。有幫同學仲唔係自相矛盾？一頭又話俾佢聽彈性行咗會減輕，呢家又話俾佢聽唔會減輕，到底你嘅立場係乜嘢？有幫嘅同學嗱，同埋就係有幫同學成日強調中小企行唔到，今日點解我哋行就等於係要立法一刀切？嗱，有幫同學，你個工時如果你少咗嘅話，咁你唔請人個壓力咪上升咯，一個人做翻咁多嘢。但係如果你請人個成本咪上升，你睇唔睇到先？有方同學，今日5天工作制咪就係話行咗之後會效率提升咯？我就唔明點解你突然間話效率唔會提升啊？你嘅證據喺邊度先？係有方同學主辯同我哋講，而家個個都超時工作啊！你逼佢哋喺更短嘅時間做，係咪要超時再超時啊？咁有方上面嘅彈性咧，嗰啲人咁嗰啲工點算咧？係咪佢哋都唔應該行咧？你所講嘅彈性？咁係咪即係代表你個方案唔可行先？有方同學呢頭又同我哋講話咧，啲高薪厚職嘅享受緊，打工仔就水深火熱。原來有方同學今日倡議係坐以待斃。水深火熱係在於工作量，我再講多次，工作量不變，5天工作點幫佢哋？有方同學今日咧，原來從來冇解釋，我方咪講得清清楚楚咯。點解啊？因為我哋多咗一日假期，工作可以平日攤分，呢一個滿益效應，你從來冇解釋過，點解唔係喎？但係你要話翻俾我哋知，點解多咗一日，而人手又唔加嘅時候，要喺更短嘅時間內可以做到同以前一樣嘅工作量，點解就等於壓力下降呢？嗱，我喺方堂咁耐都未聽錯，每一日啊，你多一日假放，你自己效益都大啲啊！每一日最緊要仲有啊，就係每一日星期6嘅或者放假都會慳翻啲車費同搭車時間。有方學睇唔睇到咧？嗰2日就梗係輕鬆啦，因為前面嗰5日都已經做死咗啦嘛。有方學原來我哋今日講咧就係講工時，唔係講效率嘅。原來我哋今日提升咗效率呢一樣嘢，唔係叫好咗嘅。提升效率咧係要假設佢工時唔可以過長，但係你今日逼佢喺5日喺跟工作量不減嘅情況之下，要工作更長嘅時間，咁你嘅效率點提升咧？咁我哋依家公務員7月之後係咪效率一定會下降呢？因為公務員有朝9晚5，你睇唔睇到啊？而家原來香港嗰啲其他中小企都做緊加班嘅時候，你係咪要佢哋全部朝9晚5啊？嗱，我見到政府行完咧，佢都話相應地加翻每一日嘅時數嘅。咁你係咪政府行完我哋7月之後咧，市民享受服務一定下降呢？我想請問啊，大家究竟做12個鐘辛苦啲，定一日做10個鐘辛苦啲啊？嗱，方同學，我就係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啱啱同我哋講話，原來朝9晚5行咗之後好啲，係咪首先第一樣嘢，之後我哋行呢個政策，朝9晚5就一定係好咗先？你嘅立場係咪即係淨係朝9晚5行就好，全面行就唔好咧？嗱，有方同學朝9晚5行得好，剩低嗰啲點解行唔到？你到而家解唔到㗎。原來你建立點一個就係中小企一定唔會請人手，點解咧？不如你話俾我聽，點解全香港各行各業都做到朝9晚5啦？
我見到外國咧全面推行嘅，咁係咪冇一個國家佢啲工種全部都係你所講嘅得嗰啲工種咧？簡單啲講啦，究竟零售服務係咪行朝九晚五咧？呢個問題好可惜，有風同學答唔到啦。原來所有利處淨係彰顯喺辦公室裏邊做嗰啲先係有利嘅時候，仲係咪全面推行？嗱，更重要，多謝各位。就係香港應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正方係浸會大學，反方係嶺南大學。咁究竟以後仲有冇星期1到星期7呢支歌唱呢？定係會周休2日呢個香港遊呢？交俾結辯同學處理啦。首先我哋有請反方嶺南大學結辯李娜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15秒。主席、評判、咁多位觀眾，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嘅關鍵在於可唔可以全面推行？我哋問佢：咦，點解你哋咁有信心可以喺香港全面推行嘅？佢一句説話好簡單，佢話外國得，所以香港都得。但係你有冇睇過外國嘅情況？外國佢行得成功，最大關鍵係乜嘢？有最高嘅工時限制，有最低嘅工資，有集體嘅談判權。今日佢係關鍵在於呢3點，而唔係你所講嘅5日工作制啊！況且你剛才頭先同我哋講，你話德國咧，其實佢哋行咗之後都好好㗎，壓力下降。但係你知唔知道，原來德國佢哋冇錯，全面推行咗呢一個嘅5天工作制之後咧，佢哋咧個工時係少咗，不過薪金亦都相對下降。有超過46%嘅市民，佢哋喺休息嘅時候，原來都要出去做兼職嘅。有個同學，你知唔知道咧？既然係咁嘅時候，你所講嘅減低佢哋嘅壓力，究竟點樣做得到咧？今日有方同學，佢冇同我哋講過點解香港金融、銀行、導遊、零售呢啲全部可以做到，只係一句話。總之我哋跟外國做到咧，我哋就可以做到啦。嗱，今日有方同學表現咧，只係令我諗起佛家嘅3個字：貪、親同埋痴。今日有方同學佢為嘅就係貪多1日嘅假期，佢話多咗1日假期就好啦。嗱，其實咧今日我好明白你哋好心急，你哋想去解決，但係我哋不妨聽翻清楚佢哋嘅目標係乜嘢啊？佢哋話推行呢個目標係要減低佢哋壓力，佢哋話推行呢一個嘅政策，佢哋想提高佢哋嘅效率。但係今日佢哋嘅工作時間短咗，但佢哋嘅放多咗1日假，但係原來佢哋咧放多咗1日或者半日假，佢哋要喺1至5要相應地做翻多1至2個鐘頭嘅時候，究竟佢哋嘅壓力點樣去下降呢？嗱，跟住有班同學，我問你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最多咪只可以請多啲人咯。但係對於啲中小企嚟講，佢哋係咪咁容易做到呢？嗱，今日所以咧，有方同學你所提議嘅呢一個，本來你以為有利於市民嘅，最終只係變成擾民之賊。到最後佢哋被減薪，最終只係會引起員工佢哋嘅不滿同埋憤怒。所以喺度送咗第2個字俾你自己嘅親，就係仇恨啦。今日咧，如果因為我哋香港全港超過90%都係中小企，唔係個個中小企佢哋都係可以財力雄厚㗎。今日佢哋有好多嘅中小企都係小本嘅生意，究竟佢哋點樣可以有額外嘅資源可以請多啲人去幫手咧？但係如果唔請嘅時候，佢哋嘅工作量亦都一樣係冇減輕過，壓力咧仍然都係要照舊承受㗎。嗱，最後咧就送多個字就係個痴字啦。佢哋今日咧因為俾乜外國嘅例子所迷惑，佢哋睇唔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今日咧香港以服務業為主嘅一個社會，金融銀行我哋香港依賴嘅就係呢一啲嘅行業啦。但係今日咧佢哋咧就話總之咧跟住外國做咧就係得啦。但係我哋香港正因為係有90%都係服務業，所以佢哋需要嘅係一個彈性同埋咧靈活嘅上下班時間。所以外國嗰一套話可以朝9晚5，套用翻香港各行各業根本係不可行，縱使可行，亦都只有大量弊處。所以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多謝晒反方嘅同學。最後我哋有請正方浸會大學嘅結辯何冠林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15秒。主席、評判、辯論在座各位，嗱，辯論比賽最忌係咩咧？以偏概全。有方同學啱啱好清楚同我哋講話咧，有幾方面嘅嘢係唔行得嘅。佢舉嘅例係咩咧？金融啦、零售等等，我就唔明白啦。金融點解而家咧香港各大銀行恒生、中銀、匯豐佢哋全部都話可以行5天工作制，星展銀行已經行緊。到底有方同學講金融行唔到，論據喺邊咧？有方同學講零售，香港最大百貨公司之一馬莎都可以行到，難道佢又唔係一間零售公司咩？
其實一場辯論比賽最大分歧在於立論。今日大家對一樣概念相差好遠㗎。我哋一出嚟同大家講全面並不等於立即強制立法執行，但係有班同學堅持唔聽，佢哋覺得咧全面唔應該就係一定係立法，呢一刻就要全部行晒。其實我方講全面推行一個政策咧，可以係有一籃子嘅配套一齊去行㗎。正如當年政府想全面行石油氣的士，唔係立一條法嘅，政府係用稅務優惠等等嘅方式去鼓勵司機，最終03年有99.8%嘅司機轉行，先至去立法。其實新加坡有相同嘅例子㗎。根據新力量論壇嘅主席曾淵滄同我哋講㗎，佢話新加坡都係先行咗喺大企業，跟住推動去中小企，由一種咁嘅連鎖反應去帶出嚟嘅。我唔明點解今日有方同學講嘅一定係要一刀切立法呢？有方同學講到一啲中小企嘅問題，其實佢就係忘記咗我哋講嘅呢個措施。佢話立即施行中小企有問題，佘繼標先生梗係反對咯。但我哋訪問佢嘅時候，佢話最重要係政府有冇配套。點解今日我哋嘅全面推行唔可以行配套措施去解決有方同學講中小企嘅問題呢？有可能話外國韓國就係可以為中小企提供資助，提供一啲嘅協助。有可能話唔得㗎，因為政府要使錢就等於唔好。難道現時政府對中小企嘅所有資助同埋協助全部都要取消咩？嗱，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自相矛盾。佢開邊就話我哋要彈性推行，但去到第二方面，甚至台下發問都話俾我哋聽，唔應該彈性推行㗎，因為呢樣嘢朝三暮四唔好喎。有可能我明顯呢一個唔係自相矛盾咩？有可能我哋講社會變遷，我都想同你講社會變遷。其實香港正就係不斷邁向全球化，不斷咁樣變化緊。我哋講緊嘅已經係由以往工廠走向一個創意產業。前排搜集資料嘅時候，聽到港台一個節目政黨論壇，歐麗雅小姐講個故事。佢話咧，法國部長咧喺當其時政府咧呢一個豐田喺法國揀佢哋做工廠，點解啊？因為咧法國部長就話啦，我哋雖然工時少，但係員工效率高喎。有可能今日工時同效率之間係咪有必然關係咧？我哋見到嘅就係效率高唔一定工時要長㗎嘛。今日我哋要平衡市民休息同埋工作。著名企業家福特都同我哋講，只知工作而不知休息嘅人，就好似一架冇煞掣嘅汽車一樣，極為危險啊！今日我哋講緊嘅就係香港邁向新社會，可以有一種新嘅形態。好多大企業已經率先行緊5天工作制，去平衡休息同埋工作之間嘅壓力。點解有方同學今日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呢？原來其實講到尾，有方同學為難，佢話俾你聽，最高嗰啲高薪厚職嘅人行緊啦，香港市民水深火熱，但係我哋應該置佢於不顧啊！今日一個好嘅政策，我哋見到可行有配套全面推行嘅時候，就翻有方同學兩句禪宗嘅説話，我哋今日正就係要未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點解我哋唔應該行呢個政策？多謝各位，多謝晒雙方接見嘅同學。咁啊，工作咗咁耐咧，呢個時候真係要休息一陣㗎啦。不過希望大家唔好行開，因為究竟以後我哋要翻幾多日工咧，好快就會知曉㗎啦。好啦，各位維園嘅市民、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歡迎翻到嚟由香港電台、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咧舉辦嘅大專辯論賽2006決賽㗎。大專辯論賽2006咧係設有冠亞季同埋最佳辯論員5個獎項㗎。獲獎嘅隊伍同埋最佳辯論員咧可以獲頒由恒生銀行所送出嘅獎學金。今日辯題就係咧香港應該全面推行5天工作制，正方就係浸會大學，而反方係嶺南大學。比賽已經完結，結果亦都已經喺手㗎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請評判上嚟同我哋公佈一下，即係究竟佢哋對於雙方院校嘅表現如何咧？有啲咩建議可以俾大家咧？我哋首先有請廣播處長朱培瑩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喺個辯論比賽裏邊，往往都係理據邏輯同詞風氣勢。兩者兼備咧，就對於評判嚟講咧，會俾得高分一啲嘅。咁喺我即係近年咧，我差唔多每年都有參加呢個大專辯論賽決賽嘅評判嘅工作啦。咁就我發覺其實每一次嗰個感受都唔同嘅。有啲時候係比較上喺理據邏輯方面咧，係兩隊嗰個分別咧係好容易判到高下。
有啲時候咧係喺詞風氣勢方面咧，一隊壓到對方咧，就好容易判得出個結果嘅。咁今日嘅比賽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以前咧我只有另外一次嘅同樣嘅感受嘅啫，就係、雙方無論喺理據詞風或者係呢兩方面咧，都係有比較勢均力敵嘅感覺。咁隊員嗰個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平均嘅。咁對我嚟講，今次要俾出一個結果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事。咁當然一個辯論比賽咧，中間亦都好多除咗緊張之外咧，亦都好多趣味性嘅環節啦。咁有啲趣味性元素咧，亦都增加咗現場大家嗰個觀賞樂趣嘅。咁喺今日我哋聽到咧，有辯論員引用廣東歌詞，亦都引用佛家，引用禪宗。咁不過我可以同大家報告一下咧，就係、今日我哋嘅評判團咧，基本上係法家嚟嘅。除咗我之外咧，其他4位都係讀法律出身嘅，讀過法律嘅。咁我諗呢點可能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嚇。就我哋在有法官啦，有律師會嘅會長啦，但係或者大家都會知道鄧耀光先生亦都係法律出身嘅。或者好多人知道范鴻齡先生咧，亦都係法律出身嘅。咁所以基本上今日評判團咧係法家出身。咁法家出身、法家為主嘅評判團，會唔會稍為喺呢個理據邏輯方面重視一啲咧？咁陣間喺宣佈結果嘅時候，大家會知道。我睇翻過往歷屆嘅，我漏講咗一點就係話關於我講今次係勢均力敵啦，好難判呢個高下啦。我另外仲有一次相同嘅經驗咧，就係、講翻1997年嗰次嘅大專辯論賽，咁當時咧係決賽咧兩隊分不出高下嘅，所以大家如果睇呢個紀律書咧，係中文大學同香港大學並列冠軍嘅。咁當時咧都係有5個評判，我係其中之一。咁發生嘅咩事情咧？就呢5個評判之中咧，有2位咧就投票俾咗中文大學嘅，有2位咧投票俾香港大學嘅。但係仲有一位咧，佢就俾晒啲分之後咧，嗰啲分咧係未加出嚟咧，到最後加出嚟嘅時候，先發覺原來呢位評判俾嘅分咧係2隊同分嘅。經過咁成個幾鐘頭嘅辯論之後咧，發覺咧係2比2票，兼且有一票咧係2隊重分。咁結果咧，當年咧就係雙冠軍。咁當時咧，我哋就麻煩我哋嘅呢個贊助機構咧，就係恒生銀行呢個基金會咧，就係要捐出多一啲嘅獎金出嚟。咁今日我只可以話，可能唔使麻煩佢哋再捐出嚟。今日其實係判到呢個高下嘅。咁至於高下點樣樣咧，一陣間會再會有一個宣佈嘅。咁喺呢度咧，我最後咧就恭祝即係2隊嘅表演咧都非常成功。成敗咧不足以論英雄嘅，咁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多謝晒朱培先生。剛才聽阿朱 Sir 嘅言論咧，有啲似坐過山車嘅感覺。當佢一提到歷史雙冠軍嘅時候，睇個心會，原來唔需要麻煩，又跌到低點，都係要分勝負。好啦，一場歡喜一場空之後咧，我哋又嚟第2位嘅嘉賓就係律師會會長羅致力先生啦，有請。各位同學，即係主辦機構叫我上嚟講幾句説話咧，我有多少怯場，因為我今日發覺今日嗰啲同學講説話比我流利得多，咁就雙方嘅詞風都係好厲害啦。我就係有一個諗起有一個疑問啫，即係佢哋啲詞風咁厲害，當佢哋譬如嗰啲同學間談戀愛嘅時候，佢哋係點樣講説話嘅咧？咁不過我相信咧，雖然係咁講，佢哋仍然係有溫馨嘅一面嘅。咁當然今日嘅辯論咧就係第二回事啦。係有一樣嘢，我就或者俾有一個建議，可以各位同學考慮一下嘅。喺個題目嗰度，我覺得有2個字咧，佢哋可能或者再集中啲精神落去研究下，就係全面嗰2個字。因為咧，而家我哋其實我了解呢個議題咧，係講緊一個制度。如果你全面推行嘅時候咧，就每個人都係返5日工，
咁係咪等於禮拜六、禮拜日冇人做嘢咧？其實唔係㗎。不過你每人一個星期裏邊，你係做5日咁解啫嘛。咁如果你即係變咗，大家應該辯論嘅是否咧，就係、呢個每一個人、每一個工作人員喺一個星期裏邊有2日嘅空閒時間，是否一件好事？咁啊，當然如果要全面推行呢個制度咧，就係、有個資源嘅問題啦。咁但係呢個又係即係講到底，仍然係一個社會價值觀嘅問題啦。咁啊，大家是否係應該咁樣做咧？咁就係我又係有一點咁嘅少少建議俾各位同學，即係第日如果係睇嗰個題目咧，即係留意每一個字眼。即係我覺得今日咧，即係對全面呢個字眼咧，可能就啲同學可能或者可以再落多些少功夫落去。多謝各位。多謝晒羅志力先生。稍後落嚟咧，你哋會知道邊一位同學佢嘅詞風係最鋭利嘅。咁最鋭利嗰位就梗係最佳辯論員啦。咁可能嗰位同學咧就要同阿羅志力先生交代下佢嗰啲戀愛嘅經驗啦嚇。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鄧以邦先生。嚟參加呢一個活動咧，俾我最強烈嘅感覺就係、喂，原來而家啲後生咧，啲年輕人咁厲害嘅。因為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喺學校咧，肯定講嘢就冇咁犀利嘅啊。咁所以咧，我好恭祝各位辯論員咧，你嘅表現係令到我哋香港社會咧係可以感到驕傲嘅。咁當然頭先阿處長提到話啲法家啦，咁法家就啲律師啊啲法官啊，如果你有機會去過法院啊，去法庭，我哋發覺咧，啲法家通常講嘢咧係非常之慢嘅。咁就咧我唔知林大法官同唔同，我相信佢做律師嗰時咧就係咁。我就記得有一次好多年前，當我仲係做緊律師嘅時候，做緊訴訟工作嘅時候咧，有一次我因為震天雷啫，我哋再慢慢講，冇事。希望唔係，因為我頭先講錯嘢啊！我想講就係當時我仲做緊啲訴訟工作嘅時候咧，有一次我諗住我實贏一件官司嘅，咁就因為我覺得我有好多要點係對方係冇可能可以回應到，於是我講得好快，於是就俾法官鬧，佢話鄧先生，佢用英文講你，鄧先生，唔該你睇住我支筆。咁即係話咧，佢慢慢寫嘅時候，跟住佢支筆，咁我就可以講嘢。咁亦都係咧，呢個少少嘅提示俾各位嘅辯論員咧，就係因為我當然明白喺電台節目咧時間性好重要，所以各位同學咧講得好快好快。但係咧有啲法醫工好似我呢啲咁咧，喺一個短嘅時間之內可以吸收到咧係有限。咁所以我好特別聽到有一位嘅同學咧。佢講嘅時候係我唔應該話自由淡定，我覺得有位同學講得真係非常之有條有理，好慢慢咁講到佢所要講出嚟嘅説話。我覺得嗰位同學嗰個表現係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令我記得起上一次我俾法官叫我慢慢講嘢嘅時候嘅一種嘅感覺，係你出嚟嗰啲論點咧係一點跟一點咁，而唔係搭埋晒一齊。呢一點有時當然係喺個電台節目係較為難啲，但係喺辯論嗰方面，我覺得你可以值得考慮一下。多謝。跟住我哋有請嘅就係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先生啊，有請范先生。我哋都慢慢準備好支咪先啦，范生。有請。一句講晒，好犀利啊！今日兩隊都咪都爆埋。我覺得咧，今日兩隊嘅水準咧都非常之高。我自己咧真係好難抉擇。唯一我提一個意見咧就係我相信呢個同嗰個兩隊都冇乜關係，但係咧喺嗰個自由辯論嘅階段咧，可能因為個時間行得好緊要啊，我哋聽落嚟咧就好似有啲似急口令咁樣啊，咁所以咧或者咧就係將來或者再諗諗，梗係我又講錯嘢，係更加精彩，再爆多次，得㗎冇問題。OK 啊，聽到係嘛？咁咧
就我自己咧，我特別今日咧，我想提兩位同學。呢兩位同學咧，我自己咧俾佢嗰個個人表現咧係個分數相同。咁一位咧就係嚴敏基同，佢講嘢咧係咬字好清楚，咁風度嗰啲咧個手勢嗰啲咧係非常之好，因為講嘢咧如果可以賦予手勢嘅話咧，有時咧係會事半功倍。咁我咧就相信咧佢嗰個辯論嗰個天才咧同埋個技巧咧係相當高嘅。另外一位同學我想特別提一提嘅咧就係梁詠琛同。同學咧，佢咧就係喺嗰個咬字同埋喺嗰個風度以及佢嘅內容組織方面咧，我覺得係好強。咁總結嚟講咧，頭先阿袁同學話咧，佢話無論邊隊贏，我好小心我因為有人 check 住我有冇講錯嘢。頭先袁同學話咧，佢話今日無論邊隊贏咧，都係企喺呢度咧，會係人生最光輝嘅一刻。咁我覺得咧，今日無論邊隊贏，呢8位同學咧，今日只不過係佢哋人生到而家為止最光輝嘅一刻。因為我相信佢哋將來嘅前途都係無可限量。多謝大家。多謝晒范明先生。提一提大家咧。職業性失聰退休補償計劃已經推行咗。如果喺今次比賽度有咩損失，你去政府投訴得㗎。最後我哋有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劉文漢法官嘅有請。希望唔會再爆，聽唔聽到啊？冇問題。咧就法官有個傳統嘅，就如果有5個成員組成嘅法庭咧，到最尾嗰個咧，第5個咧通常唔使講嘢嘅，因為咧好嘅嘢咧前面啲人講咗啦。咁不過咧即係今日真係非常精彩啦，令到我大開眼界。即係我都即係好耐冇睇過呢片，但係即係今日睇到各位同學佢哋嘅表現佢哋喺台上邊嘅據理力爭同埋佢哋嗰個喺嗰個風度同埋去將佢哋嗰個論據去表達出嚟嘅時候咧，真係令我哋都非常佩服。可以話即係如果各位同學嘅表現，如果我每日可以喺法庭度喺律師身上見到咧，咁我想我就會開心好多，亦都會容易好多。咁亦都正如范生頭先所講啦，我哋都好相信咧，各位同學嘅表現咧。雖然即係辯論作為大專辯論，可能即係有啲同學就話我今日玩完咧就退休啦，或者榮休啦。咁但係其實辯論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人生嘅技巧嚟嘅。不論你將來係做咩工作，如果你做律師，當然係需要有一個辯論嘅才幹。但係就算你唔做律師，做其他好多工作，我都相信咧。大家都係有翻呢個技巧喺大家嘅生活裏邊咧係應用到嘅。咁頭先有幾位評判都提過一樣嘢啦，就係即係我哋有時可能真係有好多嘢，因為時間限制，我哋真係要講得好快。咁呢個係即係無可避免嘅，係呢個喺台上辯論嘅一個限制。但係喺現實生活裏邊咧，就有時真係要諗下，可能真係講少啲，但係講精啲，或者講慢啲，咁對嗰個收聽嗰個咧就會係清楚啲，亦都接收到嗰個信息係明確啲嘅。咁不過總括嚟講，今日都真係好開心喺度有一個非常愉快嘅下午。其中有啲辯論員，我非常欣賞佢哋嘅就係，雖然呢個係一個非常緊張嘅比賽。亦都大家嗰個氣氛都好投入，但係與此同時有啲辯論員我好欣賞就係佢可以帶住笑容咁樣去將佢嗰個需要講嘅説話向大家講到出嚟，咁樣亦都令到即係聽嗰個咧非常舒服。咁再
恭祝各位辯論員一句，就係希望大家以後都真係繼續係努力，亦都即係藉着運用自己嘅辯論技巧，能夠喺將來，不論你喺咩工作崗位上面，都能夠為社會做出自己嘅貢獻。多謝晒法官。咁我哋祝願雙方同學日後可以有機會喺法庭度同埋法官見面啦。當然係以律師身份啦，犯人難唔好啦嚇。好啦，呢個時候我哋有請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同我哋頒發第一個獎項，就係最佳辯論員獎項，有請鄧以邦先生。究竟2006大專杯決賽嘅最佳辯論員誰屬呢？有請鄧以邦先生。2006年大專辯論賽嘅決賽啊，最佳嘅辯論員係正方嘅浸會大學辯論員何同學。先生頒發最佳辯論員獎項俾浸會大學嘅何建文同學。多謝晒鄧以邦先生，亦都恭喜晒何建文同學。唔該晒鄧以邦先生。咁啊，再累積一下你嘅掌聲喎，因為已經去到冠軍寶座嘅宣佈。我哋有請原訟法庭法官林文漢先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漢先生。補充一句先，唔需要律師先去法庭嘅，因為而家咧好多訴訟咧都係啲冇律師代表嘅自己去訴訟嘅人士嘅，所以唔需要律師都可以喺法庭見到。言歸正傳。大專辯論比賽2006年決賽，浸會大學對嶺南大學嘅比賽結果係2-3嘅。請法官宣判先。我未宣句邊句贏喎。又過山車啦嚇！唔知頭先邊大聲啲咧拍得，贏嗰邊係嶺南大學。恭喜晒嶺南大學，亦都代表咧亞軍咧就係浸會大學。我哋首先有請法官為我哋頒發亞軍嘅獎杯俾浸會大學同學先。有請浸會大學嘅代表上嚟接受亞軍嘅獎項。恭喜晒浸會大學同學。法官請留步。頭先法官問邊個掌聲大啲嘅，你哋表現多一次俾佢睇啦。冠軍就係嶺南大學，我哋有請林文漢法官，我哋頒冠軍嘅獎杯俾嶺南大學同學，有請。恭喜晒嶺南大學同學係贏得2006大專辯論賽決賽嘅冠軍㗎，掌聲唔好停，因為呢個時候我哋有請，多謝晒法官先，我哋有請恒生銀行助理總經理張樹華先生係頒發支票俾冠軍嘅隊伍嘅，有請張樹華先生。大專辯論賽2006係設有冠亞季同埋最佳辯論員嘅獎項，獲獎隊伍同埋最佳辯論員可以獲返由恒生銀行送出嘅獎學金。唔使咁急上嚟住，仲有機會嘅。我驚你隻手攰啫，係啊。多謝晒張樹華先生，短暫嘅平靜之後咧，你哋會再次爆發如雷嘅掌聲，因為呢個時候我哋有請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先生為我哋頒發勝利錦旗俾冠軍隊伍。
學，大把時間俾你拍手掌啊！麻煩嶺南大嘅同學高舉呢一面勝利錦旗啦！所有嘅獎項咧已經係名花有主。今年大專辯論賽2006嘅冠軍就係嶺南大學。呢個時候，我哋希望將呢個歡樂擴散到去台下每一位嘉賓，我哋有請咁多位評判一齊上台，有請朱 Sir， 有鄧以邦先生、林學法官同埋羅志力先生，浸會大學嘅同學亦都希望我哋可以一齊影一張大合照。我哋都有請助理廣播處長戴建文先生一齊上台影相，亦都有請行西學在總經理張樹華先生，我哋一齊影一張大合照，見證住2006大家成年嘅成果，掌聲鼓勵。一字長蛇陣雖然壯觀，但係比較難影相啦，不如請男同學喺前邊打個先鋒貓貓喺地下先啊！男同學麻煩晒。淨係得音樂冇掌聲喎。喺掌聲嘅伴奏之下咧，我哋結束今年大專杯2006啦，明年再會啦，多謝晒各位，拜拜。